我係國上4年級 B 班，今次嘅導演。今次嘅感想就係我初頭做導演呢，其實我係都有啲準備，因為我都有領導能力做過班長嘅。但係呢，我做導演嘅時候呢，確實講係有少少緊張嘅，但係後來就適應咗，而係點樣去控制啲同學帶領佢哋咯。我係郭妍希，6年級 A 班，我係今次嘅副導演。坦白講啦，一開始我係信唔過導演，所以先做副導演嘅。但係經過今次之後，都發現我係可以幫到佢嘅，但係佢都有能力嘅。咁喺今次我發覺到導演同埋副導演嘅職位都好重要啦。咁佢哋可以係好似膠水咁樣，令到成個團隊可以合作起嚟，就更加順利咁喺用我哋而家咁短時間嚟製作到一段電影嘅。經過今次呢一次嘅活動之後呢，我明白到一個道理，其實呢，單靠一個人係唔得㗎，就算得副導演同埋導演都唔得㗎，係要靠晒成個團隊，無論你幫到啲咁多，其實係需要好多團隊精神先可以做到一樣嘢嘅。咁我今次發現唔同嘅人都有唔同嘅能力啦。即係好似喺道具組方面咁，我哋要個回收箱，佢哋又可以適時咁整到，又唔會話破皮咁樣啦。咁仲有好多人都有唔同嘅能力同埋技能咁樣嘅，咁就可以令到成個團隊運作得更有效率咯。鬧交就冇嘅，但係會有少少爭議啦，因為都好正常嘅，因為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見啦，我哋都要接納一下其他人嘅意見。呢個課程真係好得意，我應該好似係冇玩過類似咁樣嘅課程。我哋學識咗點樣用 AI 啦、生成圖片、生成影像，甚至係接駁啲片。AI 生成圖片我本身係識嘅，但係經過今次之後都發現咗幾個都係成日好用嘅 AI 工具啦，咁都可以幫到我之後係可以做更多唔同嘅project 啊、作品啊等等啦。動畫片都拍得幾好，可以好開心入到呢個大家庭。我係大埔教區公立學校嘅5年班嘅彭月橋。我覺得今次擔任婆婆呢個角色有啲緊張嘅，因為我第一次做啲同我年紀相差好大嘅角色，同埋每一場戲用嘅時間都會非常之短。雖然我做個劇社，不過對我嚟講都有啲困難嘅。我都覺得好滿意同埋好滿足，因為都學到好多可以用 AI 做嘅嘢，我從來都冇諗過 AI 可以整到呢啲嘢。幾開心，因為終於可以完成我哋嘅工作，同埋今次我都覺得拍得幾順利。即係做嘢需要大家一齊合作，因為做嘢就會好懶散。我都好開心，導演可以同副導演一齊合作，整到呢條咁好嘅片。我係5C班11號林柏做，我嘅職業咧就係演員啦，演員嘅角色就係天使啦，同埋道具組嘅一位成員啦。我係6C班嘅簡卓瑩，我嘅職位係道具組。咁我喺呢個拍攝過程，我都學識咗隨機應變去要做一啲特製道具出嚟。嗰日我哋好似係做咗嗰啲環保箱咧，即係嗰啲環保箱係冇嘅。我哋當時諗住去7執一個翻嚟啦，但係我咧就諗住即係用嗰啲圖標畫出嚟，咁就畫到出嚟啦。好好啊！大家合作就好快就完成啦。我係5D 班嘅20號，我叫徐希雲，我嘅職位係創作總監同埋監製。今次呢個課程令我學識咗幾樣嘢，第一樣嘢係隨機應變，同埋今次我都要用一啲 AI 嘅道具做好
每一個鏡頭，我覺得我都學識咗用 AI 生成一啲圖，好實用。我平時都可以用到呢一個技能。我做監製同埋賽總監嘅時候，我都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。呢啲電影嗰啲體驗同埋做呢個演員嘅心得都過程係有啲興奮啊、刺激嗰啲。好開心，因為我學識咗好多影相嘅嘢。我冇浪費咗咁多堂，即係大家一齊整嘅心機，可以促進我哋嘅團隊合作嘅嗰啲精神，跟住佢又可以溝通下嗰啲片點整啊、音效點樣交落去。我係6A 班張善儀，我嘅職位係美術指導。大家好，我係6A 班謝雨彤，我嘅職位係美術指導。大家好，我係5A 班嘅邵美晴，我嘅職位係美術指導。大家好，我係5C 班嘅梁晴，我嘅職位係攝影。喺呢個活動入面，我加深咗對電影同埋拍攝嘅興趣。喺呢個活動，我學識咗點樣運用 AI 去製作影片同埋音樂。喺呢個活動入邊，我發覺咗用嗰種富德強呢個技術出嚟嘅片好真實。見到最後嘅成品，我哋覺得非常之好。我係大埔滘區公立學校嘅黃希晴，都係呢個課程嘅美術指導。我覺得喺呢個課程入邊都好有趣，因為可以學識點樣用 AI 去將啲音樂出嚟，同埋喺拍攝嗰時，我見到啲同學都好開心，同埋仲有好多笑場。微電影想帶出啲咩意義？係環保。呢一套微電影係結合咗 VP 同埋 AI 嘅技術製作嘅，台前幕後嘅同學都將學到嘅技能全部投入喺呢一部電影裏邊。製作團隊花幾個月嘅時間同埋精力，整個過程都算順利，全靠導師們嘅幫忙，同學之間嘅配合，大家都好唔計較咁付出，而成就咗呢一部微電影。希望各位觀眾觀看嘅時候可以從中學習到保護地球嘅意義。